做裝修設計咧，個解決問題能力係非常之強嘅，因為真係多到你唔信嘅嚇。但係你如果覺得你自己一個好怕解決問題能力嘅人，冇能力嘅人咧，你就諗清楚啦。呢度咧，努力、運氣、天賦，你睇就留意下我排序，我天賦排到最後，但係咧努力同埋運氣咧，其實都係重要嘅。天賦係你叻係有，你恭喜你咯。咁但係唔努力會發生咩事咧？就係話有好多嘢準備好，都未輪到你咯。有本書啊，就係咁講啊嚇，一世人之中得3次機會嘅啫。第一次機會咧，可能你而家咁細個唔識，已經走咗啦。OK 啊，咁因為我根本都戇居居啊，叫做唔識就冇咗啦。第二次機會咧，就因為咧你未夠努力，咁咧有機會俾你咧，你都係嚟唔到。如果唔係喎，第3次我嘅機會嚟到，我又夠努力，有運氣，有天賦，你就可以接近成功啦。有時迷思咧唔使擔心㗎，躺平咪躺平咯。OK， 嗱，躺平你係自己開心嘅，我請你躺啦。但係原來你因為冇得選擇而躺平咧，你遲咗一日咧唔躺㗎啦，得唔得？好，我又再講迷思咪迷思咯。有時有人會迷失㗎嘛。嗱，記住一句説話。迷路時看花，迷路時看花就係話，會唔會咧？我喺迷失嘅時間，又可以放低下自己，俾少少自己去一個土壤。時間管理好重要嘅，每日都當你係最後一日啦。咁我咧就係24小時理論嘅，每日都係最後一日。迷路時看花就係話，或者你可以睇睇下花，咦？喂，呢一種享受，呢種人生咧，可能會有一道門閂咗，有另外一道門俾你嘅。充滿好奇嘅，喂！你個好奇心就係唔係害死貓嘅，你係會繼續咧揾出你一啲答案。我好希望你嚟緊嘅日子咧，今日有幾多迷思好係必經階段，人生嘅中學、高中階段，亦都係你哋最黃金嘅。教主錦囊，記得點讚關注哦。